想賺多啲？第一步梗係下載 Bybit App 啦，超多人都用緊，上面功能超全面。記得用我專屬推薦碼，開戶即享20%手續費折扣。註冊 Bybit 真係好簡單，填低你嘅電郵，仲可以輸入我嘅推薦碼，即刻有手續費優惠，出入金都抵啲。之後記得設密碼同驗證身份，資金安全超放心。搞掂賬戶，落第一筆入金啦！只要簡單幾步就可以開始交易，支持信用卡、銀行轉賬，仲有 USDT 穩定幣選擇。正式開波，做槓桿交易，記住要識揀 Cross 或者 Isolated 模式。Cross 係全部資金一齊扛風險。Isolated 就限住倉位，俾你分散管理風險，進階用家們可以模式。Bybit 支援高達100倍槓桿，細錢都可以博大，但記住槓桿有機會放大盈利同損失，止蝕風控好緊要，要穩陣，尤其啱啱開始換嘅新手，一定要自己設定停損。等我俾個實戰例子你睇，呢單用槓桿做多單。短時間內就賺到超過8港元，$500，盈利足足1.070%好。策略得宜，槓桿真係可以幫你一飛沖天。賺到錢梗係要識點提現啦。Bybit 提款流程好簡單，幾分鐘就搞掂，唔怕卡住你嘅資金。快啲一齊上車試下啦！